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用生命与火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亲爱的家人们，平安！今天我们要一同来读路得记。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每天的早晨能够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单单来与你更亲近，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领受你的恩典与祝福，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经中用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书卷有2卷，一卷是以斯帖记，另一卷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共读的路得记。今天我们要共读的是路得记第1章，可以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1节到第5节，第二个部分是第6节到第22节。让我们先来读路得记第1章1到5节。很久以前，在士师治理以色列的那段时期，地方上发生了饥荒，有一个以法他族人，名叫以利米勒，原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他带着妻子拿俄美和2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一起到摩押国，暂时住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以利米勒死了，留下拿俄美和他2个儿子。这2个儿子娶了摩押地方的女子俄尔巴和路德。大约10年后，马伦和基连也死了，留下拿俄美，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第1节到第5节简单扼要地记载了路得记这个故事的背景。从人事时地来看，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士师治理以色列的那段时期，也就是士师时代。地点从伯利恒到摩押地。出场的人物有以法他族人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俄美，2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以及到了摩押地后儿子娶的媳妇摩押女子俄尔巴和路德。发生的事件则有饥荒和死亡。简单来说，这个故事有个悲惨的开始。路得记的时空背景，士师时代是一个政治动荡、道德与信仰败坏的黑暗时期。当时以色列没有君王，社会普遍处于个人任意而行的混乱状态，并经常面临外族侵扰与年年饥荒。一家之主以利米勒原本生活在伯利恒。伯利恒这地名有面包之家或粮食之家的意思，因位在肥沃山区，物产丰饶而得名。这样本应富饶之地却发生了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利米勒选择带着全家人避难，暂时居住在摩押地。经文中没有说明以利米勒为何要选择摩押地避难，但相信是为了让一家人能够生存下去。可惜的是，以利米勒死在了摩押，2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在娶了摩押女子为妻约10年后也都死了，留下拿俄美、俄尔巴和路德3个寡妇。从伯利恒迁居到摩押的一家人只剩下拿俄美一人，家中赖以依靠的男人都死了。此时拿俄美心中对未来日子的绝望与迷茫可想而知。接下来我们来读第2部分，第6节到第22节。拿俄美还住在摩押的时候，听说上主眷顾他的子民，使他们有好收成，就准备跟2个媳妇离开摩押回本土去。他们一起动身回犹大，但是在路上，拿俄美对2个媳妇说：“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上主以仁慈待你们，像你们善待了我和已故的人一样。愿上主使你们2人有机会再结婚，都有归宿。”于是拿俄美吻别他们，2个媳妇就放声大哭，对拿俄美说：“不，我们要跟你回到你本族的人那里去。”拿俄美说：“女儿啊，你们还是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走呢？我还能再生儿子来做你们的丈夫吗？回去吧，我的女儿，走吧。我已经太老，不能再结婚了。就算我还有一点希望能在今晚结婚，而且会生儿子，你们愿意等他们长大吗？你们能等着不去嫁别人吗？不，我的女儿，这是不可能的。上主惩罚了我，我很为你们难过。”他们又哭了起来。俄尔巴终于吻别她的婆婆，回娘家去了。但是路德还是舍不得离去。拿俄美对他说：“路德，你嫂嫂已经回她本族和她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她回去吧。”可是路德说：“请不要叫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住哪里，我也住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
葬在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要是我背誓，愿上主重重地惩罚我。拿俄美见路德坚决要跟自己走，也就不再劝阻他了。于是两人继续他们的旅程，来到伯利恒。他们到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很兴奋。妇女们惊叫说：“她真的是拿俄美吗？”拿俄美说：“不要叫我拿俄美，叫我马拉吧，因为全能的上帝使我命苦。我出去的时候富足，回来的时候，上主却使我空无一物。上主责罚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美呢？”这就是拿俄美和他的摩押媳妇路德从摩押回来的经过。他们到达伯利恒，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在第6节，当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拿俄美听到故乡伯利恒因上主眷顾已恢复原有的富饶时，自然会心生返回故乡的念头。可是当他带着2个媳妇离开摩押回伯利恒的路上时，突然提出要2个媳妇回娘家去。或许是他想到这2个媳妇若与他回去伯利恒，恐怕无法适应，也不见得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还不如留在摩押回娘家，还有机会找到更好的人改嫁，不用和他回伯利恒过苦日子。所以在第9节跟他们说，愿上主使他们2人有机会再结婚，都有归宿。可是俄尔巴和路德都放声大哭，不愿意离开，要和拿俄米一起回伯利恒。从第8节，拿俄美对2个媳妇所说，愿上主以仁慈待你们，像你们善待了我和已故的人一样。以及2个媳妇不舍的反应来看，可知他们平时的相处是相当的融洽，都会为对方的未来着想。俄尔巴和路德担心拿俄美一个人，没有人照顾她，而拿俄美也不希望因为自己而耽误2个媳妇未来的人生。所以在第10到13节，拿俄美进一步以他就算当晚结婚生子，他们也不可能等到他们长大为例来劝退他们。后来俄尔巴听从了拿俄美的劝退，回去娘家。但路德还是舍不得离去，坚持要和拿俄美回伯利恒，甚至以死明志。至此，拿俄美见路德的心意已决，也就不再劝阻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2个媳妇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我们不清楚俄尔巴回娘家之后的遭遇，但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知道，路德到伯利恒之后的发展是超乎原本的所求所想。我们不能说俄尔巴的选择不对，因为相较于到伯利恒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留在摩押的确是更令人感到安心的选择。而路德则是在面对回到伯利恒的挑战时，毅然决然地选择跟随拿俄美。有可能是拿俄美的信仰带给他的勇气。从拿俄美和路德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信仰的态度，以及如何影响他们的人生。在第13节中，拿俄美对2个媳妇说，上主惩罚了他，他很为2个媳妇难过。可能是因为律法禁止以色列人与崇拜偶像的摩押人通婚，但他的2个儿子却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因此受到了上主惩罚，也连累了2个媳妇。另外，拿俄美可能也认为2个媳妇嫁到犹太人的家庭，离开他原本的家族和信仰。现在他们可以回去自己熟悉的环境，对他们也是好事。所以在第15节，
才会跟路德说，他嫂嫂已经回他本族和神那里去了，他也应该跟他一样回去。但即便如此，路德还是坚持选择要和拿俄美回到伯利恒，因为他已将自己视为以色列人，也接受了以色列人的上帝。所以在第16节跟拿俄美说，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甚至在第17节说，愿和拿俄美一样接受上主的惩罚。相信拿俄美能感受到路德的决心与信心，所以也就不再劝他回去了。我们不清楚路德为何有这样的信心，但相信是受到了拿俄美的影响。接着在第19节，他们回到了伯利恒，全城的人都很兴奋，甚至惊叫说，他真的是拿俄美吗？看起来拿俄美一家人在离开伯利恒前，在当地应该是富足且全城都认识的一个家庭。然而拿俄美此时并不觉得开心，反而要大家不要再叫她拿俄美，而是玛拉。拿俄美是甜的意思，玛拉则是苦的意思，因全能的上帝使她命苦。第21节他说，我出去的时候富足，回来的时候上主却使我空无一物。上主责罚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为什么还要叫我拿俄美呢？相较于离开时的富足，他是空无一物的回到伯利恒。在这里或许有人认为他是在埋怨上帝使他受苦，但我觉得他是因为自认为离开伯利恒而去摩押地，理应受到上帝的责罚。他仍对上主保持信心，全心倚靠上主。他愿意接受上帝的惩罚，诚心的接受这样的结果。只是这样的结果的确让人高兴不起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拿俄美在经历沧桑之后心境的转变。最后第22节提到他们到达伯利恒，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为这对婆媳后续在伯利恒的发展埋下了伏笔。等我们读完路德记，再回头来看第1章，虽然是悲惨的开头，但结局是好的。在第1章里，路德选择继续陪伴拿俄美，她对婆婆不离不弃的爱难能可贵。这对婆媳虽然一无所有，却对上主充满着信心，也对彼此有满满的爱。这样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今天路德记第1章的共读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读经，我们从路德记第1章能够学习和拿俄美、路德一样，即使面对困境，但未来仍充满盼望。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有信心，相信天父会陪我们勇敢地面对每一天。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与恒守。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
我勇敢的心